继续要来讲农历的7月29暝关鬼门，为着要甲无对着阵的好兄弟啊请回阴间，这个嘉义城隍庙伫个农历的8月初1，拢会举办城隍爷巡，由这个城隍爷带领着众爷出巡，来追捕还佫留伫个阳间的好兄弟啊！今年嘛结合着装扮的竞赛，邀请着民众扮作鬼怪，互这个宗教活动有无共款的风采。 城隍尊爷对庙行起驾，带领众爷要掠过天地人间的好兄弟啊！爷孙的邀请顶头非常请呀，今年特别邀请民众扮作鬼怪来参加。这个装扮就是有一边的妆呢是画人类的，就是人的时候，然后另外一个妆就是画鬼的时候。 该城隍庙每年鬼门关会举办城隍夜巡活动，甲好兄弟啊请回去阴间，民众嘛挂纸做的假游街，来为家己消灾解厄。做错事情，然后跟城隍爷讲，也就是得到内心的一些告解吧。刚好朋友邀约，然后今年2020也是真的比较不顺，所以就来参加这个活动。觉得还蛮感动的，可以看到那么多人可以那么虔诚这样子，跟着我们城隍爷后面走这样。 一大群人行伫街仔头，有人带规家伙啊，嘛有人跳舞，气氛会使讲是非常热烈。真有历史的宗教活动嘛，带予信徒心灵的安定。